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品华。怡姐，你今天好美哦，好有气质，而且很典雅呢。开心。其实我是因为呢，之前去参加婚礼，新娘子穿了漂亮的旗袍，我也去买了一件，但是担心啊，好贵哦。其实啊，你刚刚说的旗袍就是旗袍没错，但不用担心很贵，因为在台南呢有专门租借旗袍的工作室哦，它可以提供量身打造的服务。你刚刚提到的台南啊，这可是文化古都哦，里面有很多故事。里头的故事真的很多很美哦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在里头呢拍美美的照片哦。其实啊，就像是走在日本呢，穿和服呢，那种感觉啊，其实就是一级棒哦，可以拍很多的照片。那你知道拍照的时候照相机怎么说吗？照相机叫做 hip 胸机 ，hip 胸机，没错。那另外呢，我要说一句赞美你的话，我们要教大家讲的就是你穿的旗袍特别漂亮。这句話要怎麼說呢？你做嘅旗袍貼貼獎，你做嘅旗袍貼貼獎。今天勾勾公好法带你体验一下穿着旗袍拍美美照片的经验哦。哇，品珍品容也太可爱了吧！谢谢。你们去哪买的这个旗袍这么可爱？我有带胸底，我帮你们拍照。好啊。这张啊！哇，我看到他们两个穿旗袍，我也好想要买一套旗袍哦。哦，不用买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在台南啊就可以租借旗袍哦。真的？那我要查一下，我一定要去租一套。这是我们冬天的旗袍，那你身上穿的这件是夏天的。如果穿旗袍去顾界照相，应该很棒吧？非常漂亮，很有味道。难得看到顾界，喜乐我有带胸底，你帮我拍。敏华，你有没有觉得其实穿旗袍真的会让人气质变得特别不一样？而且我觉得有种古典美哦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你说的旗袍，怎么说呢？旗袍叫做旗袍，旗袍就是旗袍了。那如果要说台南有很多的古迹，古迹怎么说呢？古迹就是古迹，古迹就是古迹了。那如果要在里头哦，好好的拍照片，要用照相机。照相机要怎么讲呢？照相机的客家话呢，就叫做 hip 胸机 ，hip 胸机就是照相机了。那如果我们要说赞美人家你穿的旗袍特别漂亮，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，你做嘅旗袍貼貼獎，你做嘅旗袍貼貼獎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呢，穿了美美的旗袍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我们下次见喽！下次见。